繼續啦，15題啦，呢啲 log 嘅題目咧都唔嘢少嘅，咁我哋望一望先，咁啊唔好俾佢大到，可能都攞到啲分嘅，就算你唔識。x-intercept 係9，講親 x-intercept 咧個 y 坐標都係0嘅，所以其實呢度咧佢俾咗2點你，一點係90，一點係243同3。今次咧佢冇特登話咩啲 access 寫咩 log x 啊、log y 啊、log x 啊嗰啲嘅，咁所以咧你唔使做咩解密嘅，即係換句話嚟講，你直接將個90代入去一 pair，243同3代入去另一 pair 咁就得㗎啦。嗱，代嘅時候睇清楚 A 同 B， 咪睇清楚 x 同埋 y。x 係9 y 係0，咁你就寫到呢條式啦。咁啊繼續㗎咯喎，嗱呢條式咧可以做到啲咩咧？咁我暫時唔知道，我寫埋另一條式先，將個243同3代入去，咁啊應該咧你就可以寫得出呢條式啦。OK， 咁而家咧就有2條式啦。咁2條式咧，我哋就要嘗試計翻個 A 同 B 出嚟先。咁啊計嘅過程入邊咧，咁我哋其中一個策略就係想整走個 log 啦。咁點樣整走個 log 咧？嗱，第一條式我哋就可以寫到負 A 等於 log B 嘅9，整走個 log 嘅時候咧，將個 B 調過去另一邊變做 base，咁啊 B 嘅負 A 次方等於9啦。OK， 咁啊然之後咯喎，咁啊再睇落去啦，咁啊第2條式，咁啊3等於 A 加 log B 243，即係3減 A 等於 log B 嘅243。換句話嚟講，即係 B 嘅3減 A 次方係等於243。OK， 咁呢度可以做到啲咩咧？咁啊嗱前面先啦。B 嘅負 A 次方即係1 over B 嘅 A 次方等於9，後邊咧 B 嘅3減 A 次方即係 B 嘅3次方 over B 嘅 A 次方等於243。嗱，其實換句話嚟講咧，呢兩個其實可以用得到嘅。點樣用咧？我試下咁樣寫俾大家睇睇，睇唔睇到啊？左邊你可以知道1等於9嘅 B 嘅 A 次方，咁啊換句話嚟講，即係 B 嘅 A 次方係1 over 9啦。咁右邊你可以知道 B 嘅3次方等於243乘 B 嘅 A 次方，因為 B 嘅 A 次方係1 over 9嘛，所以你就寫243再乘1 over 9啦。咁咧，總之其實我想做嘅嘢就係將兩條式結合埋一齊，咁我就可以推斷得到咧 B 其實咧係等於27開方翻3，冇得負嘅，因為係3次方單數次方。咁所以咧我就知道 B 係3啦。咁但係呢個位咧係難嘅。係啦，因為你要識得整走個 log 啦，同埋你要諗方法咧，將兩條式結合埋一齊。咁啊計完個 B 之後咧，就計埋個 A 嘅啦喎。咁啊 A 點樣計咧？咁啊你將呢個求其代翻上去呢度都得㗎啦。咁啊例如我哋知道 B 係3，咁我當放翻上去啦。所以3嘅 A 次方係1 over 9。個未知數喺天空，我哋需要做嘅嘢係加 log 先可以解決到嘅。加完 log 之後咧，將個 A 搬落嚟。咁你就可以撳計數機撳 log 1 over 9除 log 3，咁你就會撳到 A 咧係等於負2㗎啦。嗱，可能有其他方法去計嘅，不過咧即係呢個係其中一個方法啦。咁啊，我哋計完咗 A 同 B 啦，差唔多做完㗎啦。佢題目最尾咧，佢叫我哋 express x in terms of y。咁我哋抄翻條式先，佢同我哋講嘅條式就係 y 等於 A 加翻 log B x。咁啊嗱，佢要咧 x 做 subject 啊呢度，所以咧我哋最尾咧要嘗試將個 x 做翻 subject，咁其實都唔難嘅，因為你將個減2調過去變加2，跟住你整走個 log 就得㗎啦。最尾咧整走個 log，將個3調過去變左邊，咁你應該寫得出咧，即係 x 等於3嘅 y 加2次方咧，呢一個就係最後嘅答案啦。咁呢啲咧都 level 4、level 5難度嘅題目嚟㗎啦。咁啊 log 咧一般對大家嚟講都係吃力嘅，咁啊盡量試下消化下，特別係目標高嘅同學。